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行街，我哋去到葵涌公園。公園嘅位置喺葵涌葵裕街18號。葵涌公園喺2025年12月17日正式開放，大家可以坐小巴 404M 去到附近，再步行過去。大家可以喺葵芳新都會廣場上車，又或者係荃灣海濱花園上車。去到海事處呢個站就落車步行過去。公園嘅開放時間係早上7點到晚上11點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公園嘅地圖。本來呢，我哋可以搭升降機上去嘅，但係今日升降機壞咗。而家我哋沿住樓梯行上去。上到嚟之後呢，會見到好靚嘅海景。呢部升降機比較特別，喺香港一般嘅地區呢，好難會見到。希望下一次嚟嘅時候已經維修好啦。葵涌公園有2個入口，一個喺葵裕街，另外一個入口喺葵喜街。我哋可以坐住呢個千秋座椅欣賞海景。坐喺呢個位置吹下海風，好舒服。公園入邊呢，有一個3米高嘅瀡滑梯，睇落真係好刺激。公園入邊呢，都有呢啲飲用水嘅設施提供。呢邊就係洗手間，亦都設有飲品自助售賣機，暫時壞咗未能提供服務。另外一邊都設有洗手間。葵涌公園入邊都有個寵物公園。葵涌公園嘅隔離呢，係有一個香港賽馬會國際小輪車場嘅訓練場。葵涌公園呢係依山而建嘅，咁我哋可以經過呢個斜路呢，行上去上一層，睇到更加開揚嘅風景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再見。